中华证券协会初次公布网络票选的前10大证券新闻，前3名是国民法官法、武汉肺炎疫情监控、加着科技侦查法这3个事件，这也代表着民众对司法甲人权的问题是正关心的。202010大人权新闻的第1名，国民法官法3读，人民将与法官共同审判刑案。中华人权协会前几天举办202010大人权新闻投票活动，亲像国民法官法、疫情监控、科技侦测法草案，拢排入前3名。对于人权的影响是非常的重大，就是让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声音能够进入到保守的司法体系里面，让人民能够对于刑事案件，特别是刑事重大案件，能够有参与审判、有发生的机会。人权协会表示，对着头名的国民法官法，看得出民众对司法改革的期待。这项活动为中华人权会经30篇甲人权有关的迄个年度的新闻，为11月初4到11月23，伫网络顶开放民众投票。20天内就有8万多人来参与，搁在由协会内底选出前10名，真足看民众特别关心司法甲人权问题。这些都是在社会上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啦你如果把这些凑起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整体社会的这个图案人民在担忧了什么事情那这个事情当然是政府应该要着重去注意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协会表示，这摆投票除了10大人权新闻外，其实还有一寡民众嘛正关心的议题无摆入去，亲像香港实施国安法、通奸除罪法等等，伫网络顶嘛讨论甲正热，就是希望政府会当听到民众的心声。记者陈嘉文、谢桂玲台北报道。